日我嚟參加一個好特別嘅車聚，唔係4個轆，得2個轆嘅啫，但又唔係電單車，又唔係單車，究竟係啲乜嘢呢？平衡車係冇腳踏、冇齒輪同輔助轆嘅2轆單車，小朋友要靠雙腳以跑步嘅姿勢嚟控制速度、轉彎同剎車。唔好以為平衡車好慢喎，佢哋玩起上嚟都可以好有速度咁㗎。呢個兒童平衡車聚集合咗100位家長同小朋友，佢哋帶住自己架私家車嚟到一齊玩下、交流下。阿 Ken， 點解會搞一個小朋友嘅平衡車車聚嘅？其實我本身之前都搞過車聚，因為疫情之後啦，咁而家都係重新放寬翻可以玩平衡車。咁我見到小朋友喺個賽道度開心咁樣笑住玩嘅時候，就係我哋想當初搞呢個車聚嘅原意咯。同埋睇到現場都好多家長當呢個係親子活動咁樣陪佢哋一齊玩，咁係非常之開心咯。你覺得小朋友學平衡車有啲咩好處咧？除咗令到佢身體會強壯啦，心肺功能更加健康啦，最主要另外玩平衡車咧，佢可以令到佢可以好快咁樣上到單車，因為咧平衡車其實本身咧都要需要個平衡力好重要嘅。咁但係當小朋友玩到好越嚟越犀利嘅時候，佢2隻腳擺咗上腳踏之後咧，咁佢就到時候踩單車嘅時候咧就事半功倍啦，就唔需要輔助轆啦，同埋就係唔好怕輸，跌咗架車執翻佢繼續玩，呢個就係練習平衡車嘅態度啦。就係我希望繼續同我仔繼續玩落去嘅原因之一。你哋幾多歲啊？2歲。咁你哋中唔中意玩平衡車啊？中意。當初點解咧會帶佢哋去學平衡車咧？係朋友介紹我哋玩平衡車嘅，同埋我哋見朋友嘅小朋友玩平衡車都玩得好開心，所以想玩同埋可以開心咯。你覺得仔女學咗平衡車之後咧，有啲乜嘢好處啊？佢哋變得堅強咗咯，唔會咁易放棄咯。譬如每次跌車嗰陣時咧，佢哋會自己起翻身咁樣咯。玩平衡車最基本係要佩戴頭盔，另外建議要佩戴手套、護手踭、護膝，減低受傷嘅機會。想選擇合適嘅平衡車，就需要以車轆尺寸嘅大細配合兒童嘅身高作參考。Haley 由2歲開始玩平衡車，今年7歲嘅佢已經係一位經驗嘅車手啦。點解你咁中意玩平衡車嘅？因為好刺激。咁你有冇試過學平衡車嘅時候咧，撲親會點啊？撲親我隻腳軟晒。咁你驚唔驚？我會捽人。你覺得咧兒童咧學平衡車有啲咩好處咧？好處真係好多，因為佢哋咧一上車就會懂得平衡力，可以好快咁學識單車。咁另外咧，佢可以會不斷咁喺屋企做一啲體能啦，好似瞓覺咁樣，去配合平衡車嘅比賽嘅需要啦。咁佢對於佢日後可以再玩其他運動都有好大幫助。通常我哋歲半至2歲嘅時候，我哋可能同佢繞下圈啊，砌啲雪糕筒啊，兜下賽道啊，咁啊練啲大小肌肉啦。咁啊去到4、5歲開始學習識得聽指令嘅時候，我哋會教一啲睇線位啊，或者點樣去入彎啊。去到6歲、7歲嘅時候咧，就係佢哋嘅成熟期。咁我哋可能就會參加唔同嘅出邊嘅比賽，例如可能亞洲、去日本、台灣、泰國，我哋都會帶隊出去玩唔同嘅比賽嘅。平衡車可以有啲咩玩法㗎？玩法就係好似而家咁，我哋砌咗賽道啦，砌咗賽道嘅時候咧，咁啊鬥快啦，鬥快繞圈啦。咁啊另外玩法就係玩崩道賽，我哋會可能整一啲唔同嘅波浪形嘅配置啦。咁佢就喺上高係隻腳唔落地，不停做一個升高升低 up and down 嘅動作，令到佢繞一圈嘅時候都唔落地咯。咁啊，另外就有啲就唔想比賽嘅，咁都可以開心玩嘅，就通常就會踩住架平衡車入山玩咯，係啊。哇！平時咧成日見到啲小朋友玩平衡車咧，都已經好想試玩㗎啦。原來大人都可以玩㗎。頭先試完之後發現咧，平衡車咧都真係好考平衡力啦，而且咧非常之刺激，同埋好有速度感添。最主要玩平衡車一定要帶好啲裝備啦，例如個頭盔啦，個頭盔一定要有下巴保護嘅，因為驚佢好多時候跌落地嘅時候整到啲牙齒。咁有下巴保護咧，可以令到佢可以卸咗啲力啦。咁其次就係要一啲護具，咁啊手踭腳都要需要帶嘅。咁佢到時候跟住喺賽道玩嘅時候就可以事半功倍，同埋唔會怕跌咯。